那是换你唱了。你要讲故事吗？介绍一下这首歌吗？对啊。好，好了，介绍这首歌，这首歌叫。好了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网络上那个影片，最近还蛮红的一个黑人。What's your name？ 对，那个我们要请，我们不是有背，他有真的有背。来 ，What's your name？ What's your name？ 我杀死。我就说他有背吗？我花了5分钟。其实按看他那个中文字幕，你是看罗马拼音还是罗马拼音？你可以截短一点吗？再一次，简短一点。简短一点。我杀死。好了，我们讲真的，我要介绍我们接下来要带来的这首歌，因为这首歌呢，是写给土地的歌曲，对，然后，对呀，就在某一天呢，然后土地啊，大家都热爱它这样子，让我们来默祷。这不是很沉重的吗？怎么变很温馨？哎，麻烦老师帮我换一个配乐，谢谢。换好，你可以换，我们来点沉重一点的。今夜的寒风。我可以好好的接受这首歌吗？对，你不要乱配乐嘛，我们就配一点一般的，好不好？那一般的就好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觉得我们越来越综艺，越来越油条了，有没有？大家有没有发现？有些常来看我们表演的，有没有发现我们越来越油条？我们真是完蛋了。是的。喂，那是讲透去，哇塞，是买袂你啊！完蛋，他妈把房脑坏掉了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唱歌再讲故事好了，我没办法讲那句。好 ，OK， 然后那我们带来这首，如果你听见他的声音之后，你再哭泣，谢谢。是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可以闭眼睛挠一下吗？或者是跳起来一下，或者是关灯闪一下。我想把那个情绪忘掉，你知道吗？开始闹。好了 ，1 2 3 go。笑。是谁在黎明时分，你我都尚未惊醒？大声高歌来召唤了这片大地。睁开眼望见的是朝阳照射在大地，温柔满溢像母亲拥抱了孩子。你我都拿着钢琴，站在这一片大地，我耕耘撒下了美丽的种子，风吹和日晒雨淋，挡不了谁的热情，怀抱期待像母亲拥抱了孩子，拥抱了孩子。那路啊，那呀，那呀，哦耶，哎呀，那路啊，那呀，那呀，哦，哎耶，哎呀，哟。一天啊，一天，
手里拿着火枪，往他身上开一枪。见土地哭泣，如果你听见我声音之后，你在哭泣，花儿还没开满就被谁人摘去。如果你听见那声音之后，你在哭泣，所有承诺是之前是花言巧语。如果你听见那声音之后，你在哭泣，我们在这夜里等待黎明降临。如果你听见那声音之后，你在哭泣，我们双手合一。的声音之后，你在哭泣，花儿还没开满就被谁人摘去。如果你听见的声音之后，你在哭泣，所有承诺是之前是花言巧语。如果你听见的声音之后，你在哭泣，我们在这夜里等待黎明降临。如果你听见的声音之后，你在哭泣，我们双手合一，为土地哭泣。是谁在哭泣？是谁在哭泣？土地哭泣。谢谢。